家好，我是九妹小美。在苗族的上百个支系中，有一个支系呢，分布的范围非常广，不管是国内还是越南、老挝、泰国、美国以及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他们都有分布。这个支系的苗族就叫白苗。白苗语在汉语里面就很像那个吴侬软语的感觉，听起来非常的温柔。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套这个白苗的传统服饰，都是纯手工制作，一起来看一下。白苗之所以被俗称为白苗，是因为他们沿袭了古代的这个，特别是商朝的这种上白的文化，就是他们的裙子上呢是不加任何点缀的。我们很多传统的这个苗族的裙子都是有很多非常复杂华丽的这个苗族的蜡染加刺绣，他们呢就是纯白色，而且呢讲究这个麻布把它漂得越白，就说明这个女孩子越心灵手巧。白苗的这个衣服呢都是非常标准的对襟，上面的是有很多这个非常精美的这个点缀的亮片和刺绣。这个是他们的前围腰，前围腰上也是跟它有这种搭配的有年代感的这种色彩的彩色珠珠，这个刺绣很有特色，是这种带着立体的这种回纹，上面点缀了很多不同颜色的这个毛线，搭配不同的花带拼成了这种颜色呢非常的热烈张扬。这个呢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白苗的帽饰之一。白苗呢有很多种，有的是交叉领的，这个呢就有一个比较可爱的圆形领，上面点缀了3个这个毛茸茸的小球球，还有他们的这个国外的这个货币，看上面的货币上都是有这个英文字母的，上面点缀了这种非常精美的这个小珍珠。这整个的风格就是这种简单精致高级贵气。今天我们一起来变身白苗少女。